常识甲知识这两项物有小可仔无共，虽然伊拢是咱用来认捌甲解说这个世界的认知基础，知识这项是咱人家己创出来，因为是创出来，随时就爱对伊有觉察，随时爱甲伊了解，随时爱备办好势要甲反背。不管这个知识是人文的，也是自然科学的，咱拢应该爱随时甲认知。常识是咱为一般生活的经验来成的，常识嘛可能是遐盐食伤多的时代，行你桥过伤少，甲你教示的总是常识，互咱生活方便，嘛捆绑咱的思考。掠语言来讲，当华语遐尼啊普遍了后，常识甲咱讲，使用华语才会使考到证照，甲人交流是现代生活上方便的工具。这时知识煞甲咱讲倒摆的代志，知识讲华语是实名语言，佮讲台湾的语言爱多音交响才对。咱的知识甲咱讲，咱应该甲方便对抗，食好、穿好、困好的舒适生活，敢毋是低调内的猪仔才安尼？就算毋是用语言做例，咱用性别做例，方便的按照常识过的生活，就是一男一女组成家庭。知识甲咱讲，爱争取性别的平权，所以咱有冤家、有讨论、有上街头，甚至有人自杀奋斗。这一切拢是在对抗已经惯势的事实甲方便啊！历史内底逐摆的战争拢是安尼来的，投票权、民主、演化论、电气化。即马咱若感觉艰苦，无遐方便，检采是因为咱当咧对抗中华民国甲遐个旧观念，以及生物科技甲资讯科技早来不安。当然，你若对香港、特别等等拢无感觉，对小红册、TikTok 惯势，方便，舒适，安尼嘛是一种选择啦。知识爱交易，常识爱拍破，厝内上好有饲鸟。以上是魏兴居所讲的。为什么上好爱有饲鸟呢？因为好鸟管饱家。